大家好啦，嚟到呢個預防被騙嘅時間啦。咁難得咧，真係小弟咧都有啲心機去拍片啦。因為睇完小樹嗰個嘅片啊，覺得真係其實都係要提供一啲價值嘅嘢，就係長青嘅一啲竅門啦。因為我見到自己啲片咧，其實枕住到而家都有人揾有人睇。咁有翻啲心機拍片啊。不過講翻呢件事先，講話預防被騙啊。第一樣嘢就係講呢個講翻一月嘅時候有片嘅新聞。其實嗰陣時已經想講，不過真係個人真係冇乜心機嘅，即係你知得嗰500零訂閱咧，咁啊冇乜心機。佢就大約就係講咧，就話 KK 園嘅電騙案咧就殺咗去美國嗰度啊，即係話其實啦。又係嗰啲招數啦，即係扮熟人啊、扮送貨啊咁樣啦。原來查翻喺今年嘅1月嘅時候咧，原來查翻咧，美國一年就損失88億美金喎，即係被呃咗88億美金，好誇張。其實成件事真係好多人就因為信用卡資料啦，好多人或者係俾人話扮佢親人啦，或者係將佢啲個人資料去咗暗網個大平賣啦咁樣啦。咁有啲譬如話假扮呢個邊境執法人員啦，跟住就亦都係有網站嘅資料外泄啦。咁可能嗰啲網站根本真係啲保安太差啦咁樣。咁其實咧近排我都有俾咗一筆學費喺一個美國網站嗰度。咁嗰張信用卡嘅金額高少少，咁但係都唔係好高。咁所以咧就即係揾張最平嘅信用卡啦嚇。咁佢見到都未必想即係揾你啦咁樣。即係其實暗網啲資料咧，原來係喺暗網，即係原來呢個人自己暗網值錢嘅，即係樣樣都可以賣錢啦。Facebook 資料有40蚊美金，俾銀行戶口就得850蚊美金。我懷疑咧，之前 Facebook 咁多騙子，真係可能真係有人將我嘅 Facebook 嘅資料賣撚咗出去。而家 delete 咗啦咁樣咯。跟住聯合國有講啦，嗱呢個真係關大家事啊！聯合國有講啊，真係原來咧大約每年有12萬人俾人販運咗過去緬甸啊，有10萬人俾人販運咗去柬埔寨啊。嗰啲受害者通常就嚟自經濟條件較差嘅國家，遇上求職陷阱之後被安排去海外工作，但最終都係困咗喺戒備森嚴嘅園區被強迫上電騙。我想講咧，真係唔係淨係經濟條件較差嘅地方先會啦，香港都有人去俾人呃過去，台灣亦更加多人俾人呃過去啦咁樣啦。真係生不如死嘅，俾人呃咗過去之後啊，咁所以大家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，預防被騙啊！咁而家好多都係用社交工程去呃嘅。咁如果有啲陌生人無啦啦即係走嚟識你，你都打醒12分精神，係嘛？即係所以而家真係越嚟越啲人越嚟越冷淡啊！真係唔係講笑，因為你唔知對方咩人啊。有個話訪問咗一個埃塞俄比亞逃出咗緬甸嘅受害者啦。佢本身係自動化工程碩士嘅，就已經有過海外工作經驗，精通多國語言啊。佢俾間中國公司吸引啊，最終咧就同 Billy 咧提供一份月薪1500蚊美金啊！但係其實真係讀到碩士精通多國語言，1500蚊美金都吸引到佢。咁其實可能有啲人真係好平人工咁搞到我哋又請唔到呢啲人才啦，係咪啊？即係如果你咁啲人都要以為你係騙案嚟㗎嘛，真係所有時都幾慘。1萬蚊港紙就請到個精通多國語言、有開嘅經驗，跟住又係自動化工程碩士嘅，真係誇張。跟住但係原來咧，但抵達到泰國嘅時候啦，即係護照被騙啦，跟住就俾人笠咗去園區啦，跟住又每日工作16小時啦咁樣啦。跟住都係。我講跟住持續監控暴力底下咧，呢啲被拐去嘅 KK 園嘅人咧，就向美國民眾發出短信啊，就用疑似網戀同傾生意嘅手法獲取對方信任，最終說服受害者匯款啊。
就係養套殺嘅過程啊，就係包括先用甜言蜜語養肥受害者，所以咧啲人氹鳩你咧都唔係咁開心嘅，真係唔一定好事嚟嘅，令佢泥足深陷，套住受害人，即係屠宰佢哋財產啦，係嘛？所以咧一般嚟講咧，即係養套殺係嘛？咁啊，你人哋養肥你嘅時候咧，你就諗定走佬啦啊！即係尤其係你真係要小心啲，即係人哋講甜言蜜語去氹鳩你嘅時候咧，你就諗住自己係隻羊羔就得啦。咁但係呢個養套殺咧，我都想講就係之前日本啊嗰個牛郎嗰個騙案咧，或者係即係嗰啲或啲有啲A.V. 經紀就氹鳩啲女仔走去賣淫啊，走去拍 A.V. 啊，都係養套殺啊。所以其實呢一個套路咧都小心啦，即係我只可以講就係之前喺介紹日本嗰個嘅問題嘅時候都有講嘅，即係有個女醫生嗰陣時直情係明明係做醫生嘅，咁後尾因為幫襯牛郎店搞下爭人周身債，喺度做埋妓女嚟咗香港做妓女添啊！咁啊，之前有段片都有講過，咁但係我哋講翻呢度先啦。跟住騙徒養套殺啦，如果達唔成每日嘅詐騙目標咧，就會俾人打啦嚇。Billy 咧都有話回憶嘅一件好令佢內疚嘅事，佢曾經呃過一個巴基斯坦商人，逼到對方企圖自殺，事件令他至今難以釋懷。咁啊，詐騙產業啊高度組織化同埋極為賺錢嘅全球企業，每年賺取數以十億計嘅美金收入。犯罪組織運作精密，被拐騙到 KK 園嘅受害者接受培訓熟習劇本，並學習如何利用孤獨、貪心同埋恐懼呢啲情感弱點啊，令受害者成功上吊，對抗強迫犯罪。即係簡單講呢，其實就係、我只可以講就係簡單講就其實呢班人呢，有一個 training 係出一班騙子。咁講緊騙子本身就係受害者俾人笠咗過去做騙子嘅啊。所以咧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啦，即係我喺社交媒體啦，點解我 delete 咗 Facebook、delete 咗 IG，某程度上都係呢班人。一來啦，喺呢個社會嚟講咧，就越嚟越即係會有好多嘅情緒問題。其實你用 Facebook 咧就不斷去撳咧，某程度上咧你因為有一個成癮性同埋有逃避性，所以一來 delete 啦，二來就係其實呢啲地方咧，呢啲場景即係等於一個套路啊，好危險。因為佢係不斷推緊一啲演算嘅嘢俾你，咁但係嗰個有機會係騙子嚟，咁就好危險啊！咁啊，妙瓦底打造為物流樞紐啦，咁啊，即係你會見到咧，本身咧佢係諗住打造成為一個擁有幾十萬人口嘅城市嘅妙瓦底啊。即係佢係不斷起一啲樓啊，起一啲酒店啊，起一啲城啦咁樣啦。但係而家咧就真係唔方唔物流樞紐，佢就唔係物流樞紐，變咗個詐騙中心啊咁樣啦。咁啊，淨係佢之前起嗰啲設施啊、酒店啊、泳池啊，全部都係為咗真係做一個即係中間經濟走廊。但點不知就搞唔掂，而家變咗做一個騙子都市。咁啊，希望啊大家真係預防被騙啦，即係詐騙者都係個受害人啦。咁亦都，但係你要老實講啦，亦都幫唔到太多，所以唯有就係真係保護自己啦，保護自己唔成為一個騙子啦，保護自己嘅人身安全啦，亦都保護自己唔好俾人呃啦。咁係啦，咁保護到自己其實就幫到其他人嘅啦。咁啊〜希望即係祝福大家啦，預防被騙。咁下次再講。